台中的消息，经济部推出着好市加倍券的活动。台中第5市场响应计划，每礼拜5早起的9点，乡亲只要早环保杯啊，或者是环保餐具等等的用品，都会当用100块换200块的加倍券。市场路口，民众排队排到热长，大家拢等你换，响应经济部推出的好市加倍礼券活动。台中第5市场10月每礼拜5下午9点，民众若是早环保杯啊，或者是环保餐具等等用品，就当用100来换200块的好市加倍礼券。用100块比200块以外，市场嘛有真侪摊商有来拍折，等于讲100块会当变成200多块的价值就对。真侪档嘛推出优惠，鼓励民众响应环保来省钱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希望买去对你抢困。有使用2张的话，我们会加送那个50块的笋干。啊，有多买我们就多送这样子。传统市场变经济，经济部预估会当带来超过350万的效益。摊商乐观看待，嘛希望生意改善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